根据调这卫福部的调查，国中生有41.5%捌啉过酒，也那高中生也有68.8%捌啉酒。台湾的酒防中心就表示讲，上早啉酒恐惊会伤害到脑神经发育，较会有情绪歹控制、记忆歹等等的问题，所以政府就要落实未成年的管制。 酒定会出现伫台湾文化外交的场合，卖场嘛定看到比如咧促销品牌多元甚至有各种口味。虽然伫咧广告也是店家根据分酒管理法，拢着表示未成年禁止啉酒买酒，也毋过有民众指出，实际上伫卖场店啊也是无落实管制。就是会看嘛，或者长得比较老就没有问题。是要买，伊阁有足侪方法去，就是找到方法去买。 酒、槟榔摊之类的，或是杂货店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高中生有41.5%捌啉酒，高中生甚至有68.8%捌啉酒。主要会啉酒的原因，以厝内人朋友啉酒嘛，对咧啉的占上侪，冇歹势拒绝社交需求啉酒的。台湾解酒含检酒防治中心指出，上早啉酒恐惊会伤到脑神经发育，较会有情绪歹控制、记忆歹等等的问题。 中心呼吁政府落实未成年管制，嘛通参考日本的做法。酒除了爱写度数，嘛得标示酒精含量，互一般民众知影敢有啉超过卫福部的规范。咱台湾吼是规定讲查甫吼20，女性吼10g 吼。无总共无法律吼，嘛会使有一寡政府吼政策的决定讲会使加一个几克的酒精顶管嘛，这嘛会使控制嘛，对无吼？啊，搁有吼，咱伫青少年吼，伫学校的部分吼，安怎来宣传讲吼，莫搁早啉酒。咱对薰啊，对槟榔啊，对一寡毒品啊，拢有在宣传嘛，对无？但是咱对酒的宣传真少嘛。中心指出，大脑爱到25岁才发育完全，嘛建议政府甲合法啉酒的年岁对18岁抽悬到25岁，避免少年囡仔提早戒酒。卫福部指出，目前戒酒的治疗补助一人一年上悬有4万块。卫福部表示，除了爱靠时代学校协助囡仔建立正确观念，未来嘛会根据台湾的文化特性，研究适合的防治策略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